我是阿珍。大家好，我是林碧荣。老师好，大家好，好，欢迎大家第二天来到台语教室5分钟。好，那我们这周啊，就是过年，大家过年都会回娘家。对啊，回娘家，对，台语怎么说？老师，回外家，回后头，回外家，回后头。哦，后头厝的就是娘家哦，老师。回去后头厝，咱会甲伊较话讲较短，回去外家厝，回外家，回后头厝，回后头。啊，回后头，我要回娘家。我要回外家，我要回后头。我要回后头。我要回我给我们来重来一次，老师教我们一次。哦，我要回外家，我要回外家，跟另一种说法。我要回后头，我要回后头。安妮大家学会了吗？哈，好，那但是回娘家的就是初二嘛。那初二的话呢，我们就是一年像那个年底的时候，这个农历年有好几天很重要，从除夕到初三，老师教我们来句除夕到初三好了。好，咱就安尼讲吼，二九暝，二九暝的是啥物啊？就是咱讲的，迄个华语讲的除夕夜，除夕夜，我知啊，暝就是晚上吗？不是30号吗，老师？不管是29啊、30，拢甲迄个进前一天拢讲二九暝。哦，就是年底的意思嘛，哈。那过一天了，就是初一啦，正月初一。所以除夕叫二九暝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初一啊，初一。初二呢，老师？初二。初三呢？初三。哦，初一、初二、初三跟除夕都会了，所以初二大家要回娘家，对不对？那初二回娘家，老师回娘家怎么说？回外家，回后头。那初二回娘家呢？初二回外家。初二回外家。老师还有一种哦，初二回后头。对，回去外家，回去后头。啊，我啊，回去后家或是不是后家，外家或是后头，拢会要带伴手礼。对，伴手礼怎么说，老师？咱伴手礼一般讲叫做礼物啦，哦。搬转去厝里，所以一般人会把这礼物当作叫做一个台语名词，叫做伴手，还是单路。伴手，单路。老师，如果是我们不带伴手或是单路回娘家，敢会安怎？对。哦，你若无炸这伴手单路的时阵吼。你爱炸红包啦！爱炸红包，来到这叫红包，我知道这个红包，这叫红包嘛。对，这红包我要甲老师讲，这就是红包。咱着过年有一歌好听，咱一般拢讲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，哦，恭喜发财，红包摕一个来，红包摕一个你。恭喜发财的是恭喜发财。如果是大人要给小朋友给发红包的时候啊，小朋友就可以跟大人说恭喜发财的是恭喜发财。感谢老师，感谢老师，感谢老师，今天教我们跟大家老师，感谢老师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。